今次客飯廳，我哋將個視覺焦點擺喺鋼琴上面，我哋將鋼琴擺喺梳化隔離，而牆身就利用咗飾面板配襯翻雲石同埋金屬線條，襯托翻高貴優雅嘅氛圍。而喺電視牆，我哋除咗用雲石，亦都用咗條子背板，拉高翻牆身嘅比例，同時塑造翻層次感。書房做咗個 L 型嘅大書台，可以擺到2個大 mon， 都仲有足夠嘅空間。吊櫃做咗金屬框玻璃，配合翻櫃內嘅滲光燈，打亮翻屋主嘅珍藏。主人房嘅空間非常之寬闊，分開翻衣帽間同埋寢區。床頭繪板同樣用咗雲石同埋金屬，並且配合翻弧形嘅滲光，營造氣氛。衣帽間做咗灰玻璃嘅櫃門，櫃內仲可以拉出一道全新嘅鏡，